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2006大地震造成厝体严重的伤害，嘛，随着中央开始推动全国老厝内诊安全检查。不过，这项政策3档执行落来，台南的执行率只有5%。所以，议员蔡小伟上午召开记者会，对他提出检讨，嘛要求市府加强宣导，同时向中央反映执行的困难。在2006大地震后，政府也积极推动全国的老厝内诊检查。其中，台南30年以上的老厝就高达4000瓦，但是3年执行落来的执行率只有5%。这也予议员蔡小伟认为相关单位执行无够认真，同时也要求因如果是执行起来有困难，就要向中央来反映。希望透过这样的记者会，让我们地方跟中央政府可以知道，虽然你们有这么好的福利政策，但是在我们市民朋友看起来可能会感觉看得到吃不到。那再来就是说，在执行面的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公部门可以加强宣传，让我们的市民朋友针对这样子老屋比较补强啊，还是重建的一个计划，它有相当的观念，让市民朋友重视他所居住的安全。都发局甲工务局与会代表拢表示，市府拢有积极推动这个政策，但是针对议员的建议，嘛会努力来实现。其实我们市府这边那不管是中央这边也好，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宣导，不管在任何的活动场合，然后会议或研讨会这边，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个宣导。那为什么民众对于这个部分会有一个疑虑那裹足不前而不愿意来申请？因为资源其实都有只是说看大家要不要。那我们大概去了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民众是对于说我今天如果评估完之后，那建筑物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补强，甚至会有一些不安全，或者说需要重建这个部分，那可能会去影响到房价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一个考量，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部分可能会裹足不前整个政策推动的利多里面，它大概有几项就是说怎么来鼓励。第一个，容积奖励你原来的房屋在都市计划有所谓的容积的规定，然后它给你奖励大概1.3倍那有一些还有时程奖励，到明年5月9号，如果你能够提出重建计划的申请，那就可以变成1.4倍这是一些奖励措施。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房屋税、地价税的减免比如说重建期你房屋不能使用，它的地价税就免征。那重建后房屋可以使用了，那大概有房屋税跟地价税那个2年的减半的减征，尤其是在房屋税的部分，最长还可以延长到12年。也因为现在检查补助的执行范围只会使在都市计划区当中，但是山区甲溪北地区拢有地动的问题，却无在补助范围内。议员也希望市府会使将标准来放宽。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现在台南正在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沿线路当看到侪施工点，其中于林德区的亚航社区，则因为工程造成社区出入的重要通路被封起来，相当不方便，嘛容易造成危险。所以社区自治会向议员吴玉环申请，要求形成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台南正在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不过位伫林德亚航社区，却因为工程造成居民的不方便。对此，社区自治会申请议员吴玉环要向相关单位来请求，看感受改善的方法。我们这里出口，我们要坐公车或者高铁接驳车的话，我们要来回将近走1.5公里以上了，将近30分钟的路程了。这对老人小孩真的是很不方便了。铁道东移的部分，它把我们的那个一个出入口给封住了，导致说我们的这边的居民要多走大概1到2公里的路程，才能从社区里面走到外面。这个已经造成我们的居民的一个不方便，而且已经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啦。目前亚航社区大约有120户的客家，其中也阁有真侪长辈，都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互原本进出社区的主要路口封路，爱驶到更较远的路口，
让大家感觉相当不方便。因为铁路的要修改的关系，所以把这边的给我们弄了一条路。可是我们这个里面有老中青3个年龄层次的人在这边，那现在出去呢，对年轻的一辈比较没有问题，那对年老的可能就会有问题，要走好远才能够出去。其中，伫时光点的路边，也皆当看到真侪废弃的垃圾，已经相当久拢无人处理。互居民烦恼，感谢产生白媒网等种种因素，才互因决定要向相关单位反映，希望得到大家重视，进一步找到方法解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南区在地的宗教信仰中心南天宫，今日一度的地王爷圣诞20号将盛大登场。东港都有隆重的团拜接受大典，庙方也准备过免费的7星平安桥、送平安寿面、加红衣等等来保庇大家，邀请信众踊跃前来到老热。农历6月18，地王爷生是真侪地王爷信众的共同记忆。为伫安南区在地南天宫，经过10几天的努力传承，成功将免费过7星平安桥赠油。提供平安红衣、素食糯米等仪式，转化成所有民众一年一度对该庙宇的记忆。今年该宫延续传统，国历7月20继续举办地王爷圣诞的相关庆典。今年首次伫民众过完7星平安桥以后，就免费赠送平安寿面。而拄好是休热期间，主意5顺德欢迎家长带厝内囡仔做回来保平安、求进步。地点南天宫祝路下欢迎会来欢迎所有善心大众、乡亲时代按照咱个旅游大家大小安尼吼大家温柔详细吼排较长的人安尼欢喜心当做咧看演唱会安尼排队吼，迄个心情会真好吼，真轻松咱慢慢温柔详细。在地南天宫主任吴顺德表示，地府圣诞当天除了各有宫交背景、各社团团拜接受大典，现场嘛陆续的免费提供现煮的平安红衣以及平安素食糯米，请大家吃饱吃平安。一直到下晡7点半开始安排康乐队的歌舞、大型金光布袋戏以及歌戏演出，欢迎做回来到老热。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立美术馆以后积极推动全民艺术的培养，即摆嘛跨领域甲台南市影像文化发展协会合作，共同举办台湾国际儿童甲青少年影展，19号下晡正式开展，将连续播送5天。同时，展览当中嘛有国内外优秀的作品，希望透过动画，互小朋友培养对艺术的欣赏。由台湾发起的 Animate 台湾国际儿童甲青少年影展。今年特别甲南美馆来合作，
南美馆嘛将要成为暑期的电影院，让大小朋友透过网架培养艺术的涵养。19号下午正式来开展，现场也安排了精彩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为期5天的影展将会带来国内外精彩的网架作品，同时也有安排导演的分享时间，要让大家收获满满。今天大家在这个地方台南市美术馆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影像的艺术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的这一个影像展览，能够为台南的这一个影像的产业画出新的里程碑，同时也为台湾在儿童影像的发展、儿童青少年影像发展带来新的一种面向。大家都是为了未来我们下一代而努力。那今天要很感动，就是我的校长，还有很多的校长，我们都关注到这一块了。还有很多的贵宾愿意给支援，还有很多国外的影展主席或者是专业的影人愿意来台湾支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推动这一个领域的发展其中活动的大赛，同时也是雅典的重头戏之一的电影《戏曲小子》的女演员刘湘慈以及导演陈瑞翰，也拢亲自到现场，甲大家分享因拍片过程的经验。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挺大挑战的，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怎么让一个就是不是新加坡的妈妈到新加坡来，照顾一个外族一个小孩，我觉得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我是觉得，然后在他们过程之中，怎么从不了解到最后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其实我觉得还这是挺大的一个难题。导演当时候设计这个角色，其实他某种程度是量身定做。因为我的中文不是讲新加坡式的中文，所以我一定是外来的人。那我那个时候也确实是单身，所以我在接演这个角色，就是一个用经验当下的演出方式，去深刻的去跟这个小男孩相处，因为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的，跟角色中确实是生活中没有遇到的情境是一模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我是用比较经验当下去感受到每一个氛围，去做这个诠释跟演出。这届雅典以着共同原创为主题，透过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儿童短片影像创作，让全世界文化会使做交流，嘛让观众欣赏到优质的作品。刷落来雅典嘛将要到台北来举办，嘛欢迎全国的大小朋友莫错过这个难得的雅典。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区文创区今年暑假首次举办创意音乐节，下当讲是美演先锋动，当中邀请侪国内外乐团甲知名艺人参加，也将传统古乐的创作注入流行音乐的元素，结合无同的音乐甲电影，要造互观众全新的体验。十个创极之夜音乐节将伫咧7月20号登场，为了造互观众上好的表演，法国歌手阿菊克甲10个手合乐团当展开密集排练，一连串的摇滚组曲展现出东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创新表演。石鼓呢本身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鼓乐为主的打击乐团，那这一次呢全新推出石鼓手和铁鼓，希望将传统打击乐结合新式的摇滚曲风，共同联合来推出石鼓手和的全新乐团演出风格。那也邀请喜欢石鼓的观众朋友，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冲击音乐季所带来的百年糖厂与流行音乐擦撞出了全新火花。另外，10个吉乐团这次嘛特别加入电吉他、电贝斯手以及 DJ 等摇滚的元素，为音乐节带来全新的组合创作。10
各文创园区秉持发扬音乐的初心，一当一西合作，用上特别、上有创意的方式，为100年老糖厂注入新的生命，互传统嘛会当真摇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在进步南区国税局高楼的艺文展览区，对开设以来，请济艺文界人士举办个展，其中有动物画家自称的李宝丹，借着油画展现出动物的水，而且画作情感丰富，将动物真实的感情拢画出来。欢迎民众8到9月25号进前前来观赏。来自台南市艺术家协会、悠悠画会等艺术创作者，听到李宝丹受南区国税局邀请举办个人展览，拢前来祝贺，场面相当的热烈。展览当中，李宝丹不止31件作品拢是以动物为主，更强调伊到日创作20多年来拢是画动物，无画人，除了展现伊个人的风格。嘛，可以坚持以纯真高贵的动物作为主角，来传达内心世界爱甲亲情。人的世界很复杂，我无法揣测人心，所以我一般都以动物为主题。那我画动物呢，都以爱为出发点，所以呢，我画动物都是以亲情、友情、爱情，来为我画动物的主题。我把12生肖放入我的彩虹世界，因为彩虹对人来讲，它是非常有疗愈的效果，所以呢，我的彩虹呢，每一个人看了都很赏心悦目。李宝丹进一步表示，画面要有感动，才会当手去画；认为无感动，特别有内涵。所以嘛，期待以油画画出动物世界，让观众来关怀流浪动物。对此，在进步南区国税局嘛邀请民众对7月15号开始到9月25号来到高楼艺文展览区欣赏。台南新闻顾文吉、何秋芳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乌阴，有时侪云，准雨，今仔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加阵风10级。介绍收看7月19号中加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